今日2026年2月26號星期四，今日焦點有周天慧為大家分析時事。今日咧我哋會講兩單新聞。第一單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國情咨文，引發相當多人嘅群嘲。我哋會分析一下呢一種嘅情況。另外咧，我哋就會講下本地新聞，講一講香港嘅財政預算案啦。港府有望轉虧為盈，亦都增加咗派糖嘅甜度。我哋會睇一睇今次咁樣做嘅意義有幾大。好啦，先講一講美國啦。當地時間2月24號，特朗普就發表佢2.0任期嘅第一次國情咨文。足足用咗108分鐘，打破咗歷屆最長嘅紀錄。但係坊間嘅反應咧，普遍就係覺得又臭又長。特朗普吹水期間咧，當然就不斷吹捧自己重返白宮之後實現咗乜嘢成就。好似話佢上任嘅時候咧，面臨前任民主黨拜登政府留低嘅可怕經濟，但係喺佢2.0呢一年咧，主導咗多年嚟最偉大嘅逆轉，話美國經濟前所未有咁光明。仲話美國嘅黃金時代已經嚟臨啦。不過美媒咧就同佢逐項嘢 fact check 啦，發現咗唔少係假料同埋誤導嘅。隨便舉兩個例子，好似特朗普話2.0以嚟已經幫美國爭取到18萬億美元嘅投資，但係白宮嘅官網清楚咁顯示，呢一屆特朗普政府重大投資公告嘅總額咧，只係得9.7萬億美元啫，即係啱啱得一半多啲啲。更加唔好講啦，唔少人就質疑9.7萬億都好有誤導成分。特朗普開句聲就可以煲大1倍，呢啲係咪傳說中嘅槓桿操作呢？又好似特朗普話，多數州份嘅汽油價格咧已經低過每加侖嘅2個3美元。有啲地區甚至係低到去1個9毫9美元添。但係傳媒引述美國汽車協會 AAA 嘅數據咧，就喺特朗普吹水唔抹嘴嘅時候咧，冇一個州嘅平均汽油價格係低過每加侖2個3毫7嘅美元。而且得2個州嘅平均價格係低過2個半美元啫。換言之，又係 fake news。一個靠誤導亂噏嚟充撐場面嘅國家級文件，竟然堂而皇之喺國會度讀出嚟，又吹捧點樣令到國土更加安全，內容空洞。其實美國總統大人同美國政府係咪覺得真係會冇人 fact check 佢哋講啲數據嘅呢？總之我 Donald Trump 講咗就一定係真㗎啦，你哋信啦。偏偏佔據美國政界半壁江山嘅共和黨人，企晒喺度拍手都拍唔切，為呢啲虛解料喺度歡呼喝彩。老實講，比起特朗普嘅癲狂咧，呢一幕先至係最得人驚。當地球上最強大嘅霸權國家，起碼有一半有實力嘅政治人物，政治失心瘋。你話俾我聽，呢個國家會做啲乜嘢出嚟呢？再睇見特朗普依然企硬，認為美國經濟復甦原因就係佢搞咗關稅政策出嚟啦。又話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關稅政策唔合法，只係前進嘅道路上面嘅小插曲。喺呢一度，你見識到跌落地下揦返拃沙嘅威力之餘咧，更加意識得到佢一定會用其他嘅政策工具去維持佢所謂正到爆嘅關稅政策。呢一種做法嘅即時影響咧，就係美國政府內部又要用無數嘅資源重新推出邊州版嘅關稅戰。好多貿易談判成果咧，可能就要推倒重來啦。咁玩法使嘅咪又係美國納稅人嘅錢，浪費嘅就係全世界同美國打交道國家嘅時間同埋精力。只有特朗普同埋共和黨人可能係受惠，去贏佢心心念念嘅中期選舉。換句話講，今年直到去11月中期選舉投票嘅一刻之前，世界好可能又係關稅戰火紛飛嘅一年。其實當最高法院都刮你一巴，當全世界盟友碌大隻眼噴住火叫你回水，當中國等等嘅國家依然好整以暇，
等睇你美國關稅出醜嘅時候咧，特朗普仲喺度大叫關稅帶嚟嘅黃金時代。嗱，美國呢個時代嘅含金量有幾低咧？大家真係心中有數啦。美國嘅日薄西山係咪由講大話治國開始呢？我唔知，但係中國人唔使做任何嘢都有免費飛可以隔住個太平洋睇戲，你話係咪幾有趣呢？好啦，講完美式施政報告，我哋睇返香港嘅財政預算案。琴日2月25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發表預算案，打工仔最關心嘅一定就係派糖啦。結果當港府帳面上邊達到收支平衡，展望之後幾個財政年可以陸續有盈餘咧，陳茂波就適度鬆手派糖。簡單對比一下，上一份嘅預算案差餉寬減只有1季，今次咧就有2季，同樣都係港幣500元嘅。上次寬減薪俸稅上限1500蚊，今次加到3000蚊。上次綜援、高津、長生津等等咧，只係派多半個月啫。今次咧係加倍去到1個月嘅。而且重要嘅係，今次陳茂波推出埋恆常性措施。調高咗基本免稅額去到14.5萬，已婚免稅額咧就增加去到29萬，至於子女免稅額就增加去到14萬啦。供養父母免稅額咧就加到去5.5萬。另一方面咧，公務員亦都冇好似上年咁樣宣布凍薪，會按照既定嘅機制做薪酬趨勢調查，再由特首同埋行會充分考慮6大因素之後咧，決定公務員嘅薪酬點樣調整。如果大家仲記得上年預算案發表嘅時候咧，一個二個都係唉聲嘆氣嘅，覺得個市已經夠差㗎啦，政府又唔知財赤到幾時。呢一份嘅預算案可以話係一種嘅財政復常，以往有做開嘅都會繼續做返。更加有例如全民發展 AI 等等一系列嘅投資未來嘅政策。對於有黃媒就形容啦，佢話今次派嘅係砂糖，然後咧就冷嘲熱諷。不過咧，你只要唔係金魚記憶，同埋暫時放低仇恨去睇返上年預算案發表嘅前後，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嘅愁雲慘霧，再睇埋今次陳茂波喺有限嘅資源之下都肯提供免稅額，我相信你唔會咁樣抽秤嘅。當然啦，對於預算案嘅將發債計入去收入咧，而錄得29億嘅盈餘，而且未來5年仲會發債9700億。坊間有唔同嘅解讀嘅，覺得財赤依然喺度，但係港府喺口袋鬆返少少，就願意加多少少力度去支援市民同埋搞發展，俾市民嘅感覺，我會形容係走出黑暗，有返啲希望。呢個先至係預算案嘅真正重點。我相信只要喺呢個形勢繼續落去，香港唔會差。題外話，今次咧亦都係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第一次喺議事堂度聽預算案。我諗因為係咁啦，唔少新丁嘅表現咧都受到關注，唔止用放大鏡去睇，甚至咧係用顯微鏡去睇添。唔知係咪因為咁，當年咧就有記者拍到民主黨嘅何俊仁喺立法會開會期間開住個 pad 就睇性感照，所以一直咧就掀起咗一股及下議員開會做乜嘢嘅風氣。喺今次嘅預算案發表嘅時候咧，有記者就影住新丁方國珊部手機，又影下另一位新丁江文慧嘅筆記內容。另外有記者就發現，議員林哲玄咧聽到打晒喊路，仲一度咧恰着咗添。佢跟住咧好認真咁同全港嘅市民道歉，話會翻去 office 度聽翻陳茂波嘅發言。對於新丁以至議員嘅關注咧，其實反映市民覺得90個議員每個月咧每人都大拿拿到起碼10萬蚊。我哋當然要求你哋全部做到嘢啦。呢一種心態大家當然係明白嘅。不過當見到有一啲人就連議員喺開緊會嘅時候撳下手機都有微言嘅時候咧，大家不妨諗下，喺呢個年代邊個唔會睇手機呢？係咪有陣時要上網睇一睇？市民都對於預算案有乜嘢評價？係咪要反映市民最真實嘅意見呢？大家不妨俾啲空間呢一班立法會議員發揮下，相信好快就可以睇到佢哋有冇表現嘅。
嗱，大家對於新一份嘅預算案有咩睇法？留言同我分享下，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好啦，今集嘅今日焦點嚟到呢一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